今日要做嘅訓練係負重點腳，一齊嚟試下啦 ！Come on！ 呢個動作主要係強化小腿肌肉。雙腳大概膊頭闊度，雙手拎住啞鈴，放喺大腿嘅兩側，保持上身挺直，眼望前方，慢慢將腳踭離地，用腳尖站立，喺最高點稍作停留，感受小腿肌肉嘅收縮，然後放低腳踭，重複動作10次。完成，重複動作3組。做完啦，做得 OK 喎！記住睇埋其他嘅片段，再 follow 埋我哋就可以獲得最新嘅資訊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